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我们很高兴，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还能够实体聚会。很多人、很多教会、很多各种各项的聚会都停止，但是我们还能够全心全意的坐在这里，我们献上感谢。所以，让我们从神那里得来新的力量。让我们的心欢喜。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以这一段的经文成为我们今天晚上在神面前我们要领受的，在这个疫情增温的过程，我们要得到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诗篇的16篇第9节，这里也告诉我们，我的灵，它原来的意思是我们因着神而荣耀，我们有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快乐。因为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要怎样？安然居住。我们宣告，在瘟疫当中，在疫情当中，我们安然居住。阿们。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的，我们求圣灵赐给我们交托的心。现在让我们自己开口，为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怜悯慈爱，更新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心灵重新得力。神的灵带来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渴慕，使我们满足，也让我们享受在神里面的喜乐。我们安静，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你与我们同在。今天晚上，我们要在你面前全心全意的仰望你，求你赐下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个时候一起起立，我们向神来祈求，我们也向他来举目。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向山举目》。我们一起站立。
向着神呼求，他成为我们帮助者，让我们的灵能够得着满足快乐，让我们的肉身也要在他里面安然居住。求主的爱浇灌更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开口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保护者，我们单单要来仰望敬拜你。不管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每天出入都要经历你的眷顾，我们都要你的同在。我们也祈求让富强教会每位弟兄姐妹天天都得你满满的恩福，天天都能够专心的全心信靠你，我们能够向你举目，我们能够从你来得着一切，让我们得胜的力量，因你是我们的一切。亲爱天父上帝，求你将你的灵此刻降临在我们，让我们进入你里面，你的灵也进入我们的心，掌管一切，让我们被你充满浇灌，并谦卑来敬拜你。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透过诗歌来赞美你，经历你称义的荣耀。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圣名求，阿们。你是我的一切。主，你是我的一切，洗净我罪，赐我新生命。主，你是我的一切，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主，你是我的一切，洗净我罪，赐我新生命。主，你是我的一切，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主爱有多高，慈爱高过诸天，怜悯有多深，深广无限量，恩典有多宽，宽阔超过海洋。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主爱有多高，慈爱高过诸天，怜悯有多深，深广无限量，恩典有多宽，宽阔超过海洋。我愿全心跟随
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我们呼求我们的神，主，你是我的一切，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我们求新生命赐给我们，是我新生命。主，你是我的一切，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主爱有多高，慈爱高过诸天，怜悯有多深，深广无限量，恩典有多宽，宽过超乎海洋。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主爱有多高，慈爱高过诸天，怜悯有多深，深广无限量，恩典有多宽，宽过超乎海洋。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我愿全心跟随你，一生永不离开你。亲爱的天父，在恩典中是你呼召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你面前，我们要谢谢你。当我们在你面前宣告你是我们的一切时，你已经把所有福分赐给我们。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要献上我们自己，同时也要在天父你的爱中，求你再一次的赦免我们所有的罪，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成圣，可以完全属于你。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请坐。上一周我们提到突破的信心，可以说是抓住机会，在神给我们的机会当中，我们朝着这个目标我们向前行。那突破的信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把自己摆上，全然摆上，付出我们自己。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突破的信心里面第二，忠心的。我们要非常的忠心，完全的委身，这样是一直可以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我们抓住机会，我们愿意委身，忠心的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那我们就能够进入神的道路。虽然这个道路崎岖难行，但也要坚持到底。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等候神，让神做主带领我们向前走的时候，这就是忠心委身的信心。在约书亚记3章8节，这里耶和华指示约书亚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好，我们一起来读。好，耶和华指示约书亚，然后吩咐抬约柜的、扛约柜的祭司，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我们要在这里看到一段非常让我们受激励的上帝的话语。那时候，约旦河的河水
是占过两岸。按照他们当时的那个气候，收割季节，当要收割的时候，这个约旦河的河水就会溢出，就会满出两岸，所以这个河水是占过这个两岸的。所以当抬约柜、扛约柜的祭司听从约书亚的命令，他们的脚踏入约旦河水的时候，那个约旦河水就从上往下流的水，便从撒拉旦旁的亚当城，从那个亚当城那里停止了。我们会看约书亚记第3章，就会看到这个故事，很有趣的一段经文，也很有神迹奇事，在你我属灵生命里面。当他们的脚进入约旦河的时候，那个水可以从亚当城到他们脚踏的地方，距离大概有26公里远，就在那个地方停止了，而且立起成垒，这个水会成垒这样子。所以亚当城到约旦河还有一段距离，那是以色列人的信心。在那个时候，不管祭司在河里，百姓还在岸上，我相信他们在信心上是受到考验的。我也相信他们的心里一直存疑着，这个水真的会停吗？百姓的心必定是七上八下的，因为从亚当城到约旦河，他们站的地方还有26公里，这个水要流进，也要有一段时间。那个水流进的时候，他们是站在哪里？我相信，这是一个蛮艰难的、蛮艰巨的等候的时间。可是我们看到，约书亚带着祭司们，带着以色列百姓，愿意在那个环境当中顺服神，他们相信神会带领他们过去，所以抬约柜的祭司们就站在约旦河中间，看着水流，一直流，一直流，这个水流进了，百姓就从干地过去。神在这个神迹当中，对以色列百姓再一次的诉说起我跟你们之间的约定，要带领你们进入迦南地，要带领你们得应许之地。这是一个神忠于他立约的一个应许。所以尽管约旦河的河水大涨，看似过不了河，但是约书亚带着百姓们跨出信心的步伐，过河支取迦南地，过河支取神要应许他们给百姓的地。因此我们得知，约书亚与以色列百姓合一的信心，全体是一个合一同心的信心。这个合一的信心，愿意顺服神，忠于神给他们的应许。他们突破挑战，他们站在水里，胜过这一个河水的湍急，他们赢得胜利，得应许之地。记得我小时候因为我的家族，我阿公、我的祖父是从375减租这个政策搬到左镇，所以是全然一无所有。然后来到左镇的时候，分配我们来到左镇住的那个小山丘上面，那四周的土地成为我们耕种的地方，也成为我们现在说我们家的那个水果园。那四周的环境有后山，也有小小的平地，也有前面也有河，也有小铁路，环境非常的优雅。那在这个
住居的环境，可以种稻子，可以种地瓜、甘蔗，可以种许多的水果、蔬菜。因为又有水池可以钓鱼，前面的小河也可以撒网，所以蛮不错的一个小山丘的环境。那每天又有小火车经过我们家门口，好这样子，所以有吊桥，然后环境优美。我们同乡的人很喜欢，就到那里散步，到我们家附近。不过到了夏季下雨时，我们那个河是曾文溪的支流，那一下雨河水就暴涨，我们就过不了，然后我们就会在铁路上坐着，然后下坡看那个河水湍急，然后再爬上坡回到我们家，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对面看着。那个河水暴涨的时候，我们就坐在铁路上，一直在对岸叫着爸爸爸爸，就叫我们的爸妈，我们过不了了，要请他们来带我们。因为这样，我们就很多小孩子都会坐在那里，另外一村的小孩子也有将近10个，他们也都跟我们坐在那里，都过不了。那每一次我们都要等这个河水稍微退了，我父母亲从对岸过河来带我们，然后到我们涉水过河回家。每逢涉水过河的途中，我们就看着那个河水从我们的脚前，我们半腰这样子湍急的流着，每一步都是非常的紧张，因为有时候那个河水很高，而且很湍急，我们必须相信我爸爸会被河水慢慢冲，拿着一只拐杖，稍微在那个石头这样子撑着，然后往下走，等到那个河水比较稳定一点，再往回走，带我们过河。我们当下在小小的年纪，相信我爸爸会带我们过去，我爸爸会安全的背着我们过去。虽然河水湍急，爸爸这样子顺着河水的水流，然后带领我们平安到河的对岸。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一直到了国中比较大一点了，我们有不同的方式过河了哈。所以在约书亚跟祭司百姓们在过约旦河的故事，让我在国中听故事的时候，就要深深的刻在我的心，因为跟我们小时候记忆很像。这真的是当我们踏入河水，是全然的信心的挑战。这个河水代表着困境，艰难的困境。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不一样的挑战跟困境。所以，当我们踏入处在河水之中，我们的心要非常的相信，我们的神会带领我们过去。我们更要相信、确信，更大的事将要发生。那就是以色列百姓因着这样子的信心过了河，他们领取神的祝福应许之地。所以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教会的服事、忠心的顺服，委身表示我们对神有充足的信心。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预备好自己。这样子的忠心委身，是突破信心所需要、必要的元素。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现在正站在湍急河流的水中，你看着河水在你的脚边这样子一直环绕流着经过，湍急的河水在你的身边，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的家庭工作、你的家庭问题、你的亲子问题、婚姻的危机，或是你的经济财务，甚至
你面对身体的疾病、身心灵出状况，这一些就像湍急的河水，就在你的脚下，在你的四边围绕你。我期待我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河水冲击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全心全意来仰望我们的神。我们要学习以色列百姓跟随祭司抬着约柜，他们站在水中那一种的信心，我们就会经历掌权一切的神要在我们当中做新的事，行神迹奇事。因为我们的神是守约的神，这个约旦河的神迹是神再一次跟百姓立约，跟他说我是守约，至终都是守约的神。我们的神是保守我们、眷顾我们、带领我们经历他奇妙作为的神。阿们。不管你现在面对何等湍急的河水，神都会保护我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新歌，新的事将要成就。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在信心上重新得力、激励我们的新歌。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平安，每天要思想。你是做新事的神。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平安，每天要思想。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安放，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的道。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的心再一次的跟神说：我相信你会带领我们，赐给我们突破困境、挑战的信心。神是带来确信，让我们的心得激励，兴奋的期待圣灵的同在。我们为这两件事情，我们开口跟神献上感谢，也呼求神再一次让我们重新得力。我们开口祷告。为着下个礼拜刘进长牧师的培灵奋兴祷告会，我们求神来预备我们。虽然疫情升温，有人比较不方便来到实体的聚会，不管是何，我们的心是渴慕的。透过这次的聚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祷告，在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灵命里面都被激励。好，我们也为着台湾的疫情、俄罗斯、乌克兰两国的战争继续的。为了他们的战士来祷告，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
谢谢你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着你灵的启示，让我们重新得力，确信你必赐下能力，帮助我们突破一切的困难挑战，并得到你的应许，使我们能经历你是做新事的神。感谢赞美天父，因着你，我们脱离自我与忧虑，更因着你的帮助，我们更懂得等候你，常常经历看见你的保护与眷顾。我们有信心的交托，将一切的忧虑都交在你的手上，让我们也享受你同在，胜过一切。因为天父，你应许我们要以耶和华为乐，你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过去我们常凭自己的经验及理性去处理事情，不懂得来寻求你的帮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今日用你的慈神爱所再一次牵引我们快跑跟随你，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你。阿爸天父，我们齐心恳求，也谢谢你不单拯救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的儿女，也祈求天父拯救台湾，我们的国家迎着疫情的增温，在我们心中充满担忧恐惧，令工作财务生活都受影响。求你施恩亲自与台湾同在，赐下平安。求主赦免我们，有时候我们不够明白你对台湾的心意，没有持续恳切为台湾守望祷告。求主怜悯施恩，再次帮助台湾成为信靠上帝、等候依靠天父上帝的国家，也赐拯救在俄罗斯、乌克兰两国当中。两国当中的执政者有上主的怜悯、慈爱、公义同在，救他们脱离死亡、流离颠沛，甚至粮食缺乏。因着乌俄两国的战事，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止息战事，赐下和平在其中。祈求天父亲自掌权，因两国的战争，全球各地经济各项都受极大的影响。求主怜悯，主啊，你的眼目看顾敬畏你和仰望你慈爱的人。我们要全心将我们的祷告单单的仰望在你手上，我们的眼目也要转向你，求你再一次垂听我们的祷告，怜悯我们。我们求你赐下谦卑渴慕的灵，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不受疫情影响，能够在下周五晚上透过刘进长牧师的教导，激励我们的心智，使我们更多来爱你，来爱人，帮助我们在职场上成为祝福人、荣耀你名的管道，在家庭教会中真正彼此相爱，有平安喜乐的生命，上帝同在的地方。我们感谢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新的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宠，新的恩宠，我们要同心的，增长我们生活的。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恩宠，我们要同心的，充满神的荣耀。做新事的神。
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我们台湾面对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确信新的事将要成就。虽然我们面前所遇到的是疫情的挑战，但是我们凭着信心知道，我们要面向一个黎明前的曙光。主，我们确信你要保护我们度过这个疫情最后的关卡。主啊，求你赐给每一个弟兄姐妹心中有依靠，心中有平安，让我们的身体的状况能够适应疫情确诊或是感染的时候，身心灵都得平安，能够平安来度过。求你带领我们，无论是在现场或是在我们的线上一起敬拜的神的弟兄姐妹，求你的恩典跟每一位同在，让我们知道依靠主，我们必得胜。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拍手感谢主，谢谢同工，请回座，谢谢，请坐，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个礼拜的整个疫情的状况越来越明显了啦哈，但是看这样大家都很正常来参加聚会哈。那有的牧区或是小组现在已经进入到线上哈。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大概很容易从那个新闻报道去得到很正确的信息了哈。现在可能我们彼此在关心的是，不是问说你会不会染疫，而是问说你染疫啊没事，哈哈，就是好像没有症状，那这样才是我们需要身体需要的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疫情这个情况是政府慢慢走向这一点，所以呢，现在我们是尊重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弟兄姐妹大家自己的选择了哈。我们照目前的运作状况来讲哈，除非你把自己关在家里面，都不出去，不然的话，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感染，任何地方，特别是摘口罩吃东西的地方所以我们教会现在都把摘口罩的那个可能性都避免。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大家没有三高啦，或是没有所谓的还没打足够的疫苗我想不是说保证不会，但是至少说在每一个情况里面，我们都是有一个心理准备哈。那求神带领我们。那我也听到说北部的教会是比较严重一点，有的教会他们感染的比例比较高有受影响。那我们教会这个礼拜来也陆续听到有弟兄姐妹还有感染，但是都听到他们都很平安就是虽然在家这个静养治疗那期待我们能够很顺利来度过这一关希望能够很快能够开放大家很喜乐跟平安。不过还是邀请下个礼拜是刘进南牧师要来这里做一个祷告的一个培灵会。那虽然在线上也可以看得到，不过如果我说刚刚讲的，如果没有三高啦，或是有打过疫苗的，如果你觉得不会有风险的话，欢迎大家都一起来了一起来，大家一起用一个热情的祷告，也为了我们的再来这个疫情能够得控制来祷告得平安祷告，而且我们能够在属灵上更操练，因为越遇到危机风险的时候，我们越要依靠神那希望我们下礼拜一起来这边一起来做操练祷告那刘进展牧师还另外在5月29号的礼拜天2堂礼拜也要做属灵的教导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有提起的，就是有可能陆陆续续会有弟兄姐妹传出确诊的消息，所以我们这几天有在提议说，也许家里人有好多位也许他不住同一个房间，也许他可以帮忙，意思就是说有人感染了，有人可以帮忙跑腿啦、买东西啦、去拿药啦去医疗单位报备。但是如果说刚好一家才2-3个大家都被关在里面怎么办？所以需要有一些同工能够有志工自愿说没关系，电话一来要帮忙买什么吗？放到他们家门口那一种的，或是帮忙去拿他的证件去做办理什么手续的希望这个比例不会很高啦，但是还是有人需要帮忙因为比如说有的亲人他在外地，你怎么回来帮忙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群组里面同工分享一下。第一个，如果你真的有这个需要，把消息传进来小组，或是传来教会，我们来联络看有没有人可以跑腿帮忙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也不敢保证说我们是在教会的场合、在小组什么地方有感染到如果你有这方面确诊了，稍微通报一下，让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一个预备性，说，好像我前几天才跟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在一起过我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因为有的人家里面有小孩或者是长辈，即使自己得到没什么问题，但是要考虑到家里有其他人，所以一个就是说，好，有需要帮忙的消息进来；第二个通报一下；第三个有人要当志工可以帮忙送东西的、跑腿的，也可以登记一下。那我们希望能够大家一起守望相助能够很顺利度过这一次的疫情。好感谢主。今天来到这边的都有在现场，我们有在实体做小组的吗？有实体做参加小组的举手一下。等一下，都来到这边都有小组了，感谢主愿神与你们同在大家尽量不要摘口罩吃东西了如果要的话走边边一点喝水都可以好，彼此祝一下说祝你平安健康，好不好？好，祝你平安健康，感谢主。好，大家平安好，开始聚会了小组。